我同大家講一件非常之離譜嘅事，我竟然食錯藥，唔係開玩笑吓。因為呢段時間去醫院檢查咁啊話個腦有少少萎縮，再加上焦慮症，晚黑瞓唔着，醫生呢就開咗一大堆藥俾我。咁咧其實藥呢，佢係分早中晚嘅，咁我又唔知，我就全部都一次食啦。反正所以我感覺哇，呢幾日成個人暈陀陀嘅，好似有咩唔妥。後尾阿表妹去幫我分藥，去幫我一餐餐分開，先發現我連續食錯藥3-4日時間。成個人都暈陀陀嘅，好離譜啊！阿發，對於呢件事你點睇？啊？食錯藥呢件事？是藥三分毒，一嚟謹慎啊，冇再犯低級錯。睇清楚啊！係啊，所以係冇錯，大家都真係一定要睇清楚。不過亦都希望屏幕前嘅每一位朋友永遠都冇食藥，身體健康先最重要啊！